歡迎收睇蛋撻 TV， 我係楊如思。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將於4月7日至12日訪問大陸，事隔10年，國民黨主席再一次踏上大陸，呢一步將會係歷史重演，定係為國民黨乃至台灣走向新路線呢？幾時都話歷史唔會重演，鄭麗文呢步係修正，甚至可以話補救。過去幾年，國民黨行緊一條違反祖宗家法嘅路，親美遠陸，聽落左右逢源，實際兩邊都失晒方寸。美國唔會因為你親美就俾你實質支持，大陸因為國民黨對兩岸關係模糊處理，惠台政策有所保留，結果就係國民黨支持者流失，藍營綠化，選舉連番受挫，想挑戰民進黨霸權都要睇人面色，在野分分鐘變下野。黨主席選舉保守派大敗，其實已經清晰表明國民黨基本盤對親美遠陸路線嘅懷疑國民黨到底代表緊乜？所以鄭麗文今次訪陸可以理解為一次遲到咗幾年嘅轉彎。但呢個轉彎會唔會太遲呢？喺民進黨把持之下，兩岸關係進一步緊張，島內政治氣氛更加產生寒蟬效應。名嘴蔡正元、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接連獲刑入獄，反陸陣營係咪已經無計可施呢？遲就肯定係遲，但問題係再唔轉，可能連方向盤都拱手送俾賴清德。喺鄭麗文訪陸之前，藍白在野用議會力量阻止民進黨通過史上最貴軍購案通過，反映台灣主流民意對民進黨用軍事升級等於安全嘅敘事謊言產生質疑。因為台灣民眾見到一個現實，民進黨為咗討好美國，軍購可以無限加碼，但台灣面對嘅風險亦同步上升，買得越多，民眾被捲入衝突嘅可能性反而越高。鄭麗文訪陸唔係突然，背後其實有民意土壤。另一邊，大陸官方最近嘅表態都直接釋出善意。喺國際局勢動盪緊張嘅大環境之下，國台辦向台灣民眾講能源、講物資、講發展，甚至提出越早統一越有利於台灣民眾生活，同以往大講感情唔同。今次嘅官方表態有咩針對性呢？呢個表態非常有策略性。今次大陸官方唔講歷史，唔講民族，喺全世界都俾戰爭陰雲籠罩嘅時候，直接落到最現實，生活成本、供應穩定、發展機會，由理念轉去日常。對普通島民嚟講，你可以唔關心政治，但你一定關心電價、油價、收入機會，唔係強推而係鋪路，唔係對抗而係提供另一個選項，用現實壓力令到民意發酵。外界關注鄭麗文訪陸嘅焦點都離唔開一個關鍵議題——選舉。今年台灣地區舉行9合1選舉，甚至會影響2028台灣地區領導人選情。鄭麗文出訪大陸會唔會係國民黨嘅超前部署呢？對國民黨嚟講，9合1選舉唔只係一次地方選舉，而係重建路線嘅關鍵戰場。鄭麗文訪問大陸要做兩件事：第一，重新建立兩岸溝通管道；第二，向選民同黨員釋放信號，我哋可以行另一條路，即係由地方開始動搖民進黨管治，中央層面俾民進黨把持，甚至連法官都係賴清德嘅人，但地方層面先喺切切實實受到兩岸關係影響，選民體感溫度最明顯嘅地方，同時都係用選票決定台灣命運嘅關鍵一環。正如大陸官方釋出嘅善意所言，和平統一之後，台灣民眾可以自駕上北京。言下之意係綠營拒絕和平，北京都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抵達台北。民進黨針對政治人物玩綠色恐怖，但係台灣民眾可以用最後嘅選票手段趕走綠營，爭取和平。We made it! We finally arrived in Beijing! 10年之後，國民黨主席終於再踏上大陸。可以改變台灣局勢嘅唔止係國民黨或者鄭麗文，仲有每一個有權選擇台灣走向嘅人。蛋撻 TV， 我哋下次見。蛋撻 TV 有意思，同你笑住傾時事，開心 share 一齊睇，食花生 bagel。